各位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善心嘅幸運兒啊，中咗6合彩嘅4獎，捐咗一半嘅派彩，幫助雲福縣嘅災民，自爆啊！投注經過關注組，我係 Water，啱聽啱睇嘅朋友，記得幫手訂閱 share，仲有建設性留言，同埋加入會員，等我呢個 channel 可以做得更加好。好，咁跟住呢，就講下一啲好人好事啦。有幸運兒啊，喺最近呢買6合彩中咗4獎啊！中獎之後呢，佢兌現佢嘅承諾，將一半嘅派彩啊捐出去，幫助啊受5級大火所影響嘅大埔雲福縣災民。呢一位善心嘅幸運兒更加自爆啊佢幸運嘅投注經過，有網民呢大讚佢嘅善舉，就話施比受更為有福，祝身體健康，下次呢就中頭獎。樓主啊喺琴晚呢喺社交平台趣嗰度，以雲福縣火災啊為標題，上載咗一啲嘅相片同埋發帖嚟找數。留言就話履行承諾，捐出6合彩派獎嘅一半金額5000蚊啊，俾東華三院，幫助雲福縣嘅災民，香港人加油。而另呢則嘅貼文啊，就係對應樓主咧喺今個月2號啊嘅中獎貼文。樓主當時咧就影到中獎啊嘅彩票相，留言就話又係中咗9600蚊，加油！將會咧拎一半出嚟啊，作雲福縣嘅捐款。樓主啊上載嘅中獎飛咧就係一張啊，買咗10注，每注咧就係10蚊，投注金額啊總共就係100蚊嘅電腦飛。當中啊其中一張咧中咗一注中咗4個半字，即係4獎。而另外一張相啊就係咧派彩同埋兌現記錄，見到啊除咗中4獎嘅9600蚊派彩之外啊，樓主咧仲獲得派40蚊嘅安慰獎，同埋320蚊啊嘅第6獎。仲有啊一張截圖咧，就係樓主啊經東華三院捐咗5000蚊俾大埔雲福縣事故愛心捐款嘅電子收據嚟。咁而喺今個月2號啊嘅攪珠嘅第126期嘅6合彩攪珠結果就係啊6號、18、29、34、37、38，特別號碼就39啊，連住3個 number 喎。有網民啊幫樓主咧對佢嘅中獎號碼，發現啊當中咧一條中咗啊6號、18號、29、37同埋39啊，4個半字，就留言就話勁喎。咁而根據咧6合彩啊嘅獲獎資格，中4個字咧加特別號碼就係4獎嚟，所以咧就係固定嘅獎金啊9600蚊。綜合咗啊呢兩段嘅貼文，回應網民恭喜樓主之餘啊，亦都咧大讚樓主啊去行善，仲話佢咧講得出做得到啊，真男人，找數真漢子啊！樓主啲網民啊，亦都認為樓主咧好心有好報啊，恭喜晒佢，善有善報啊！祝佢咧繼續買乜嘢中啲乜嘢，亦都多謝佢嘅善心，話佢係啊有心人嚟，祝福你，祝你啊繼續中，仲話好心有好報，祝佢下次咧中咗多啲啊，幫助更多人。係啦，因為有句說話叫施比受啊更為有福啦，同埋就真係善良係無價嘅。而有同樣啊都係中獎嘅網民，亦都透露咗佢捐款嘅善舉，就話今次咧中咗640蚊，好好彩。雖然咧中咗就唔多，但係啊少少捐咗出去俾大埔啊。呢位嘅中獎網民咧就
就同樓主一樣啊，係買咗10注，雖然最後咧就得320蚊，最後啊都係捐出去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網民好好奇啊，查詢佢咧嘅幸運投注細節，咁就獲得自稱啊係撞彩嘅好運樓主嘅回覆，佢就自爆啊喺葵芳葵翠村隔離嗰間啊投注站嗰度落注，而且咧仲係買電腦飛啊！入去投注站嗰度咧，同佢講啊買電腦飛，3注嘅中獎咧都係買電腦飛，即係要中就中啦。你都冇乜，即係你除非你話你自己有特別嘅號碼啫，否則嘅話你就會即係你話你自己買自己嗰啲生日啊，或者有啲咩紀念號碼你連續買，否則嘅話通常都係買啲市民啦，都係買電腦飛，中就中就唔中就唔中噶啦。咁亦都有啲網民話佢啊，見佢幾次出鋪咧，都成日中六合彩啊，好犀利啊！咁嗱，呢位就係樓主啦，好人有好報啊！咁啊，希望啦，今日唔知有冇中啊？即係有星期六啊嘛，係啊，夜晚9:03啊，咁啊都幾誇張。咁嗱，我就唔係點買六合彩嘅，咁你哋覺得買個希望咁就去買啦，咁都好多人啊，就祝福樓主啦。但係睇翻阿樓主啊，之前出嘅鋪咧，咁佢都要一路咧都有更新到。依張咧就係佢幾日前啊中獎嘅號碼嚟啊，呢個啊68、29、37、39、48呢個啦，咁啊中咗4個半字啊，咁佢就係買，咁都有當時咧都有好多人祝福佢啊。嗱，即係有啲網民都話呢位樓主咧點解成日就會中六合彩啊？另外一位網民咧就話好耐都冇中過獎啦，連安慰獎都冇啊！咁就睇下咩情況。咁亦都啦，有啲善心嘅市民啊，佢都係咧買中咗啦，頭先都講過啦，咁就捐咗咧320蚊出去，仲話中六合彩之後啊，會捐錢嘅人咧，即係要個天俾錢你用，仲要俾光環佢啊！嗱，佢之前咧亦都係有中，佢有鋪過咧其他嘅中獎，中5個半字啊，咁就可能佢一路啦，都係去行善啊，所以佢就樓主咧就成日啊可以中到六合彩啊，咁十分之厲害啊，係啦，咁佢中多啲，咁到佢都唔介意將佢中即係嗰啲中獎嘅金額啦，將一半就捐咗出嚟。係啊，呢位樓主都相當之厲害啊！網民如果想好多人都話向佢請教一下，嗱當時就有人質疑佢嘅，話樓主 cap 嗰個捐款圖好啲喎，唔係你話捐咗3000萬都得㗎啦。咁樣之後，咁啊樓主都有更新到啦。咁但係啦，總之就處理咗啦。咁就又唔係啊！你捐唔捐？你網上可能都會有啲人啦，就會有一啲唔同嘅爭議啊。咁有其他嘅市民啦，都係中咗獎，咁佢都係好樂於咧，將啲獎金啊同啲災民即係捐咗出去啦。係啊，大家都要加油啊！麻煩觀眾踴躍留言，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報道。多謝大家俾面，中意就訂閱 share，係咁，再見。